市民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时声节目。近年来呢，这个假消息还有诈骗的事件吼，是愈来愈多。假消息呢是愈来愈亲像真的，诈骗的手法嘛是愈来愈厉害。根据着这个刑事局的统计哦，伫个去年2022年呢，咱民众有报案的，跟他光有报案的而已哦，就诈骗总数到29000多件，然后金额呢高达69亿。然后咱再往前推来看哦，2018年到2022年，经5当，结果呢，咱台湾的民众被骗走的钱有偌济呢？高达241亿5000多万。哇，是不是非常的严重？好，所以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3位贵宾到咱节目当中哦，来跟咱的观众朋友做位探讨讲，到底呢要安怎来分辨这个假消息，啊，有安怎做才袂去互诈骗？咱即马就来介绍今日到咱节目当中的贵宾。咱首先要来欢迎的是台南市会议员陈怡贞陈议员。主持人以及咱所有市民时下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市议员陈怡贞。欢迎怡贞。接下来是蔡中豪蔡议员。碧纯姐，还有咱市民时下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市议员蔡中豪。好，欢迎中豪。然后最后一位是曾之杰议员。碧纯姐好，还有我们麒麟星下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市议员曾之杰。欢迎之杰，好，欢迎3位议员哦，到咱节目当中。其实呢，咱今3位议员吼，担任民意代表，其实最常接触的就是我们的基层的民众嘛。咱看到讲这个诈骗金额这么的多，哇，吓死人了。然后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假消息，尤其现在这个网络啦、手机啦，随时你要接收到这种各种的讯息的管道非常的多，所以假消息也相对的非常的多。相信讲吼，恁伫咧服务的时阵，应该嘛是有听过真侪民众来甲恁吼投诉啦、澄清说，有接到什么样的一些假消息？那我们来听听看说，一般民众大概通常都会有哪些假消息呢？好，那我们来请教怡贞。好，我想吼，其实服务处接到真正做侪拢是民众吼，那接到一寡奇怪的消息吼，他不知道是真是假，他可能就会来服务处询问，然后像最近可能就常会有人说，什么老人福利的好康又来了啊，或者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吼，说行政决议每人补助疫情援助金1万块，或者是说有这个恭喜可以领防疫补贴吼等等类似的讯息哦，那其实类似的这个假讯息，它伴随的都是一些诈骗的可能吼，所以当民众来询问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他说这个不要乱相信，一定要求证之后再去做任何的这个动作啦哈。那我想其实假讯息哈，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泛滥啦哈。那其实像我们最常用的，其实都是用 LINE 啦哈。那其实我们看到说，在 LINE 的这个平台哈，其实在去年底它就有发布一个他们所整理出来的这些假讯息啦哈。那我想也透过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那像在2022年有前5个假讯息哈，就是说绿茶配柠檬可以治新冠肺炎哦，或者是说这个红壳鸡蛋是添加色素。那伪装成土鸡蛋贩售吼，或者是说这个防疫专线线上申请网站，那每人可以补助3000元，或者是说地震时要先去开门、关灯、关瓦斯哈，还有就是明天开始电费要分3段式吼，这是2022年的假讯息的前5名哦。那2021年的假讯息的前5名呢，就是说疫情新骗局疫苗注射的调查，还有就是说地瓜防癌，联合国列为10大抗氧化的蔬菜，那还有假送这个奥运贴图真骗个资，还有柚子和药物的注意要点，还有世界卫生组织把手机列为2B 的致癌物，别过度解读这是2021年的这个5个这个假讯息哦。那其实可以看到说，其实过去2年我们其实都在疫情当中，所以很多的讯息其实跟疫情非常相关，而且不管是这个送贴图啦，还有一些养生食物啦，或者是错误的这个地震的逃生的这些讯息其实可以看到在 LINE 上面流传的这些假讯息，其实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都是一些生活的资讯但是也要提醒大家都要经过查证那其实LINE 其实在也公布说他们有一个讯息查证的这个系统啦查证的这个检验讯息查证的这个机制。那查证之后，其实在他们累积到现在，其实已经有超过14万笔所以表示说，其实大家对于假讯息的这个警觉心，其实有逐渐来提升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任何的讯息还是要多方的查证那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诈骗的部分啦其实
在台南啦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市政府的这个统计的资料哈，在去年底的1到10月的同期，相较于前年的1到10月的同期哦，其实我们的这个诈骗的数字哈攀升了17.84%，那每一年哈等于是增加了3622件，而且这个其中最多的是投资诈骗哦，有高达1418件都是投资诈骗。所以也是提醒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这个诈骗其实真的非常严重，而且一直在攀升。而且其实台南市历年的诈欺案件的统计，我们看到到了去年底，已经达到了将近3500件，有3498件哦。相较于99年的大概2000件，其实攀升的速率真的非常非常的高。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任何的讯息都要经过查证，才不至于被骗啦那另外，其实常见的诈骗方式其实有看到啦其实大概都是透过一页式的诈骗啦，或是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或者是猜猜我是谁大概是这些方式啦大概常见的所以有任何的这些诈骗的可能都是要请大家拨打165的反诈骗的专线或110或者是来跟我们求证我们就告诉所有的市民朋友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啦那大部分其实都是假的，真的提醒大家啦那其实我们投资诈骗真的每天几乎服务处每段时间都一直接到民众被投资诈骗，而且被诈骗的金额其实是可能几万块、几十万、几百万跟上千万其实都不等所以其实诈骗的这个投资诈骗真的影响的这个民众跟这个金额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庞大了。那其实我不久前最近才刚接到也是我们辖区的这个我们的选民那其实他就是因为虚拟货币，然后骗他去投资，那投资之后他就上网看到有这个什么欧百控的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平台，那他就以为是合法的 APP， 然后他也就在 Play 网站上把它下载那就去投资了，就后来发现原来是诈骗那他就想说群组里面还有好几百个人那这些人怎么办？那后来经过警察去查证之后，这个欧百控这个其实就是由诈骗集团他们所架设的一个假的，就是完全是诈骗的平台不是真的是合法投资的平台，是假平台以外，其实群组里面说几百个人其实大部分都是假人头、假账号在跟你对话，其实都在骗我们拿出钱来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提醒大家在做任何投资之前一定要格外的小心那另外就是，其实，在疫情期间还有一个我们本身接到了，就是有里长他们接到说，那个时候很需要口罩的时候，那其实就有里长接到说，很多民众都加一个信函，上面有附上一个宣传单，然后要求要提供每户一个口罩，然后一个电话。那里长就觉得很奇怪，所以马上就跟警方来通报。那警方查证之后就发现说，宣传单上的电话是这个诈骗的电话所以很多民众都收到，也很想说这到底是怎么样，那不小心去拨打的话就担心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也提醒所有的民众，其实类似的电话不要随意的拨打，而且其实电话可以一直改变所以提醒大家不要任意去拨打一些来路不明的电话以免上当在这边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哇，怡珍做了很多功课把这些可能诈骗的啦，可能假消息的都做了非常多的、非常好的一个整理其实怡珍攻的几行的，最近这个股市诈骗的非常的多，对，虚拟货币，对，虚拟货币或者是一般叫你投资什么，对，投资然后给你骗钱的都这。像我最近在手机这几天，我就接到了一个叫做标股领航 B 什么的群组，对，然后这个群组呢，他其实就叫我们要，也不知道是谁，这个人一个叫做温什么婷的小姐就邀请我，我又莫名其妙，她也不是我的朋友，为什么她可以邀请我？然后就在里面她就开始会有人在里面说感谢我们这个分析师让我多少钱多少钱一下子，然后就很多那个都是假的，没错。对，那因为我本身知道它是假的，但是我故意没有把它删掉，没有退出，是因为我想说今天做节目刚好拿来跟大家讲一下，说这个都是骗人的。然后之后呢，它旁边其实有一个检举，我们可以按这个检举的钮去检举他，直接就检举他就好了。是，对，不要再让更多人去受骗。那里面很多的人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人，每天都在那边讲说哇，你今天又让我赚了多少钱多少钱。那有些人可能就被骗说就心动，对，所以这个都是骗人的，没有这么和你喝康的代志。对对对，所以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好，那钟豪你那边呢，有没有什么样的讯息跟大家做个分享？对啊，其实真的天下没有掉下来这种白吃的午餐呐。我觉得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查证，
当然大家都爱投资，都准备探钱。对，那我觉得，因为现在其实网络资讯蛮透明啊。那像刚刚碧纯姐讲到的那个群组，那导租的赖群组，这个其实我这边服务处有一些案件啊，就很多，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哈，首先关于投资这部分，我觉得这个可以先跟大家分享，因为针对投资，不管是股票、债券还是基金，其实它都有一个评比，那就是说这是用风险值来做比较 ，AAA 值、AA 值、AA 值、BB 值，越后面是它的风险越大，那可能它投资报酬率比较高，或者是它的风险比较小，那投资报酬率比较小。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每一个市民朋友在做选择的时候都要去考虑它的完全的资讯啊。那这物件可能在网络上或许可以查得到。那如果说你觉得它怪怪的，我觉得第一时间应该也是要先报警，或者是问问看。好，身边的周遭朋友，像我在这边也要跟大家分享，我有一个服务案件，它就是像刚刚碧纯姐讲，他就是被加一个群组，然后一个投资名人把他邀请进去群组，然后就有人赞香说哇，我也赚了多少钱。这个案件的这个受害者，他被诈骗了1000多万，哇，1000多万，1600万。对，那他后面想要把钱领出来的时候，对方也说，那你要先拿一笔钱，才能把这个钱拿出来，然后到最后被各种理由推脱，最后还被封锁。那另外一个是被诈骗300多万，那他这个也是被投顾公司人家假冒成投顾公司，然后把他邀请进入群组。对，所以其实这个诈骗的金额很可怕。我们台南市，达人西去年高达8亿，这是诈骗的金额，很夸张，这非常的多。对，然后前年是6亿，对，那今年呢，就截到现在是2亿7千万，这是光台南市的部分，对不对？对。所以我前几天刚好在忠义路啊，我刚好在忠义路那边，忠义路有很多间银行，我就看到一个警察怎么站在那边，一共在看车手，一共卡底下2口的一根，其实他很辛苦，那就是希望就是我们自己要一个警觉心这样，对，哇。所以就是说，你其实服务案件里面，就是也有这种哇，诈骗金额竟然到1000多万的。对啊，哇，实在是。除了网络的诈骗，还有一个是比较，我觉得长辈很多，所以这个可能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有一个服务案件是一个长辈，他有在去日照中心。日照中心。那些间日照中心很大间，但是问题不是出在日照中心，是出在有2个人假冒是日照中心的人，那去他们家，每个月都去固定去他们家，跟这个长辈寒暄，然后跟他说，哎，赶紧收钱哦，然后长辈爱赶紧收钱，收日照中心的钱啊嘞，对，没有，他说之前就是你之前有去，那有些钱要跟你拿，对，那不管怎么样，这2个人是没有穿背心，也没有穿制服的，所以后来是邻居看不下去，跟我们讲，那我们就请驻地的派出所，那个是在中西区嘛，我们就请长乐派出所。能够协助，就是说设一个巡逻箱，就是警察固定巡逻，那让歹徒知道说，这不要这样子一直来诈骗这样，因为长辈其实有时候真的很相信你，就会。就把钱掏出来给你了，这样就被诈骗了啊。对，而且有些长辈他其实就是说，可能他也没有看报章杂志或是什么电视啊、网络媒体，所以他不晓得会有这种事情。就单纯的对吧？第二伤单纯啊，所以咱哪爱讲吼，出来也是讲你附近啊，你捌的一寡老大人吼，这种诈骗也是假消息的代志，你就加减啊讲给因听，对吧？讲给因听，因得了解，他袂去用骗去。好，那之前那边呢？伫遮吼，想要打70新下好朋友。分享的就是讲，这个假讯息议题呢，其实不是只有这几年才出现，其实在农业社会时阵它就存在了哈。那在那个时候回推过去的时候，古早人拢会讲，我听人讲，我听谁讲，吼有啥物好康的？对，就是一个人听人讲，2个人听人讲，3个人听人讲，那听久了呢，电视讲的啦，报纸讲的，大家就信以为真哈。那如果呢，你真的去询问他说，到底是谁跟你讲的？伊嘛是跟你讲，我是听人讲的。好，那我现在要举例讲，就是说，我们讲最近好了，政府的一个福利政策，领6000元的这件事情上面哈，政府还没公布之前呢，大家就收到了很多的手机的简讯，要教导大家如何去领这个6000块哈。那也有一些诈骗的网址告诉你说，
啊，我们可以帮你领，你点进去这个网址就可以很迅速的、很简单的几个步骤就可以领的这个6000块。那不过现在的民众的警觉性确实也经过这么多年的各个管道的宣导，其实大家的警觉性都够了，所以也跟其他的议员同事一样。服务处都有收到很多的民众，当他们有疑惑的时候，都会想到我们这些民意代表的服务处，所以他们会打电话进来跟我们照会说，这个讯息是否属实呢？所以我在这边呼吁电视机前面的市民心下的观众朋友，就是讲你若感觉有疑问的时阵呢，你会当想到阮家的民意代表，你会当打电话来阮的服务处，打完这确认我们可以帮你严格的把关。那再来呢，刚刚2位议员同事做了很多的很完整的一些资讯的简报哈，在这边呢，芝姐想要用以真正发生在我周遭我听过的这个诈骗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哈。好，我觉得诈骗的族群有分为3种族群，一种族群就是现在是手机的时代嘛，对，那很多长辈对这个手机的黏着度是非常高的，所以长辈呢，我就曾经遇过一个女性的长辈，她呢到银行要去领钱，那她常常去银行领钱，那行员就注意到她了。就有觉得说，就跟他聊天，就说啊，欧巴桑啊，你这钱是要回去打这样，伊讲我要回去阮一个朋友啊什么什么，他就讲的真的还蛮开心的这件事情。但是其实银行的行员已经注意很久，他觉得他都把一笔钱会去给一个男生的账户，然后他就说啊，你这是恁啥？伊讲啊，这是我一个笔友。笔友，对，他就是个笔友，对对对。结果呢，他们就知道说，原来他们的这些行员发现说，原来他们的判断是对的哈。这个妇女呢，她的确呢陷入这个所谓的笔友的这个圈套里面，所以他们也报了警。那这一家银行呢，就在大林派出所的旁边，那警察也到了银行了哈。是。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当这个人正在被诈骗的时候，他掉进去这个陷阱的时候，真的就像我们说的鬼打墙。他一直觉得说他没有被诈骗，这个真的是他的笔友，而且他已经跟他笔友很多年了，他也做过了这几年都一直在做汇款给他。那笔友到底是用什么方式、用什么话术，让这位妇女这么的沉迷在他跟他之间的这种笔友关系？那前后汇了不少的金额的这个金钱给他这样子，对啊。那甚至呢，行员报警了，警察来到现场了，他还执迷不悔。结果这个妇女呢，她很生气，她说：“你够奇怪呢，我要汇钱给阮笔友，你想那边让我管？”所以当下他们当天是有挡下来。那我在这边就是借由我亲耳听到，我就是到这个银行哈，这个讯息诈骗的这个手法哈，跟刚刚2位议员讲的又不太一样哈。就是说，女性呢被诈骗，有可能她会用假借是一个男性的身份来诈骗她，但是你到底是跟男生聊天还是跟女生聊天，其实你根本不知道。那再来呢，第2类型很容易被骗，就是年轻的男性。现在呢，年轻的男性呢都喜欢用赖，不止年轻男性喜欢用赖，就是说大家用赖的次数几乎每天任何时刻，大家都在使用赖的这个软体哈。那我发现呢，我们服务案件呢有很多年轻的男性，爸爸呢带他进来，我跟他做高一啊，以后红诈骗。结果我们去做了解之后，发现很多案例呢都是年轻的男性，他跟了一个很貌美的大头贴的女性的照片呢聊天，所以呢他误以为呢他跟他之间有暧昧的情愫，那他可能也用了一些话术，就不是交友软体，他就是跟他聊天，就是直接加赖，然后用很漂亮的照片，对不对？对。但是我跟你讲，除了刚刚中豪议员讲的交友软体以外呢，有些是透过游戏打游戏，他认识了朋友，有些游戏、有些手游，它是团队行动的嘛，那就认识了朋友这样子。然后呢，他就跟这些大头贴很漂亮的，可能是女性或男性，我也不晓得，反正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的一个照片，跟他聊天聊了许久，他也前后也被这些漂亮的头贴的话术呢给骗走了，也去汇了不少钱哈。那刚刚中豪议员跟怡珍议员讲的金额都很大，那我这边收到呢都是几十万或是几万块，但是累积起来哈也是很多几个大金额，而且对这些一般他只有正常收入的这一些
被诈骗的这一些朋友哈，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哈。那再来呢，就是有像我们现在这个时期的人也很容易被诈骗。曾经呢，我有接过一个电话，就是我一接起来，我就说喂，他说啊你不知道我是谁，他就开始在设陷阱了，他就问你，对，就是类似这样，到现在还有。到现在还有，有，在几个月前我们还有接到，大概是我这个年纪的受骗哈。那他就说，他就会跟你说，你真正没记得我是谁，好，那你就开始猜啊，你是不是怡珍？你是不是碧纯？什么就会这么猜哈。那所以我刚刚举例的这3个案件被诈骗哈，就是要说，诈骗的手法是我们人设计出来的哈。那执法单位跟政府一直在做宣导，包括我们这些民意代表的服务处，我们也一直在说宣导哈。那他们也是见招，我们是见招拆招哈。但是每被拆一招呢，他下一次呢就会再有一个新的诈骗手法。所以我在这边要呼吁电视机前面的市民好朋友，就是当你有收到一些讯息，像刚刚怡珍议员有提到，现在很多的假讯息的排行榜哈。真的，大家有空去看一下，才可以防止自己哈，在一些新的诈骗手法出来的时候，避免自己呢，在不知不觉、不小心的状况下掉入了这个诈骗的陷阱里面。以上是我初步先跟大家分享的诈骗的一些例子，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芝姐讲的他就讲说，现在这个诈骗的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而且他都会跟着时事，然后一直在翻新然后就像我们做媒体的，其实都很注意说，有什么诈骗的手法，但是注意这么多之后，其实我也被诈骗过。那诈骗也是算之前在之前蛮新的，就是因为平常很忙，所以都其实常网购。那网购就寄到 Seven 嘛，那 Seven 那是你领货领多了，但有一次就其实他就通知我说，又有包裹来，然后我就去领。然后我想说奇怪，我到底什么时候订？其实订太多就忘记了，直接给他领回来说，我根本就没有订这个东西，他就随便寄了几件很烂的内衣给我。然后就收了我900多块，但我这当下就想说，哇，那这怎么办呢？那其实说你说它贵吗？就900多块，你就想说忙就算了，但我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对抗这个诈骗，我就硬要给他退货。然后还好 Seven 他们有一套机制，因为可能太多人，最近很多人都去超商被通知去领。那可是现在他们的店员就会觉得奇怪，他会跟你讲了。以前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他就不晓得那是诈骗包裹。然后现在的话，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直接到 Seven， 他会协助你这样去退货。所以其实像我这么注意的人也都会被骗了，所以真的都不能疏忽，一点点疏忽都不可以啦。对啊，各自有外泄。对，然后各自有外泄，所以他才会这样寄一个包裹给我，还知道我都常去哪里领货对啊，所以这个就真的很夸张，这是各自的问题，真的是也很严重。好，那就是我被骗了。那你们3位有被骗过吗？怡珍，我差点你在用我的名义骗你要先讲用你的名义骗人，是不是？刚刚之前有讲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借你的大头贴吗？对啊，借你的大头贴去骗女性吗？我不知道没有骗女性，我不知道骗谁。这是大概2个月前吧，然后就是在 FB， 他叫蔡中哈，他就是用我的。那你照片是谁？是我，就是我。他就是真的用你的照片。然后那还有狗是谁？那个狗就他们家的，就路边拍照的狗，是我 FB 里面的。是真的，是。然后他就叫盗用，这个是他用政治人物了。所以别人就会可信度就会增加。是。那再来，这个后来他是故意用英文名，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你自己的会用蔡宗豪嘛？有，我用蔡宗豪。对啊。然后后来啊，这个被我检举掉了之后，他又冒出一个来，而且有跟上时事，因为那个时候刚好5月份要报税。他用我的5月报税当头贴，然后用那时候我刚 po 的照片当风景照。我不知道怎么要用我的，然后而且这个更可怕的是，他有去追踪我所有的粉专的人。哇！就是我看到他有，就是还是你的粉丝，应该是粉丝。对，因为我们有跟警方联络了，所以后来啊，就警察侦查队真蛮厉害的，他们还会去，他们就是有去调那个，就是调那个诈骗的这个人。还有真的有找到吗？对，跟人家的对话是这个账号有先就是有先讯息问，就是他有出手了啦，他有出手，不知道干嘛。他就说我希望你告诉我更多关于你自己的讯息。这个我在阅读粉丝专业评论，可以在这里留言。就是其实有点怪怪，听不懂他讲什么。然后这个警察就装作他是我的粉丝，就发现他有点
我讲 A 他回 B 啊，就是有点怪怪的。对，后来去查了一下，发现说他这个是在奈吉利亚的账号。奈吉利亚。对，但他这个是用就是人家说跳板账号，跳板账号。对，所以真的是层出不穷。我相信怡珍跟芝姐这个有可能，你们未来还是要小心一下。他们的粉丝专业就是唯一就是真心为你陈怡珍，她就是我们珍芝姐，对不对？就是要先讲清楚，不然。因为我们也有民众就是把他截图问我们说，中豪你换新的粉专吗？我说没有啊，他说这个怎么是你？就做的很像真的，很像真，还写中豪来帮你，也看起来很诚恳啊。对啊，所以要及时阻止啊。对啊，所以那这样芝姐你那边有类似的吗？还是你有没有被骗过？我自己有，要举例就是说，我是女生嘛，那我以前还没当艺人之前。大概2年前，在使用这个 IG 的时候，那就突然跳出一个，就是很多人会主动说要跟你加好友什么，那突然有一个男生他真的长得不错，那我去看他的个人的档案，那他呢，我发现这些诈骗集团呢，他们都用这一些外形不错、那有健身的男生呢，建立自己的个人档案，里面呢有很多的美食跟旅游，对，他专门要诈骗我们这些女生，因为我们也是拍了一些旅游的照片啊。然后美美的照片啊，所以呢，他都是比如说他只要去试100个女性或10000个女性，只要2、3个中就好。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呼吁所有的女孩子哦，年轻的女生不要被这一些年轻的这些就是头贴，那个都不是本人，那个都是集团发出来的。对，他们都是用假的啦。后来自从2年前发生这件事情在我身上之后，因为我有去注意，因为呢没多久呢又跳出了另外一个男生。也是用一样的口吻说，你长得不错，我可不可以跟你做朋友？我也喜欢旅游，干嘛干嘛。因为他会先去看你的个人档案，去找跟你有没有什么共通点。对，好，那看你可不可以上钩这样子。那后来第一次骗我的那个跳出来那个头贴，后来过了好久，他应该是去年吧，他有同样的照片，但是变成不同的名字了。所以代表说，这些诈骗集团也蛮对，他照片收集的不够多，我当然记得，因为这些男生的照片呢，真的都长得很好看，就像那些男性为什么被骗，是因为他们都去找了一些女性的照片，都是很漂亮，真的是让人家会想要多看几眼，会留下印象的照片。所以在这边还是要呼吁许多的年轻的族群，就是说，像我们都喜欢在自己的社群媒体放上自己一些。平常的生活的一些点滴的照片呢，也是要去注意的。除了说打游戏啦，或者说长辈啊，他们对这个手机的粘着度很高，容易上片以外啦，其实，在我们自己社群媒体，我们自己也要很小心。对啊，所以其实自己也讲了这个，我在我的 IG 也是常常有一些就是长得很帅的啊，要来跟你约做朋友，对，要跟做朋友，然后世界各国都有。其实我，然后他们问我都不想理他们，我都从来就不理，因为那个照片太帅，看起来不像真的，所以大家要小心。那怡珍呢？怡珍，我想这个例子应该大家都接到很多，常常就是不管是脸书啊、粉专啊，或者是IG， 都会常常接到说，安安你好吗？我就要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开始说可不可以交朋友之类的。那你已经跟他表明，而且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的粉丝专业哦，他也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工作，可是还是会一直留很多奇怪的言哦。我还看过最奇怪的，然后讲一大堆说我还可以陪你回娘家啊之类。我想说，到底是什么？很奇怪，对，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我想这个假讯息这个部分哈，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哈，其实我们在看到任何假讯息啊，不管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或是转传之前其实真的都要多加思考一下哦。其实我想，像之前我们疫情期间每天市政府都会公布这个确诊的足迹图哦。那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希望说，第一时间把这样讯息分享给民众，让大家做好这个防疫的一些准备哈。那我想就记得有一天，那其实看到足迹图在某一个网红的脸书贴出来了，那我们想说，
平常觉得可信度也都很高，所以也不疑有他，马上就把它储存下来了。那准备要在我们自己的粉专分享的时候，突然想到说，哎，不对啊，今天这个时间好像怪怪的，好像市政府还没有开这个防疫记者会，那怎么这个图卡这么快出来哦？所以在分享之前就赶快先问一下市政府，市政府才说哦没有，我们还没有，我们还没有公布哦。那这个不是官方的，不可以转传哦。那后来其实这个分享这个足迹图的这个网红，那其实他后来也被卫生局就说会开罚哦。所以其实在分享或转传任何资讯的时候，尤其在过去疫情期间，现在后疫情时代其实像分享这些类似像疫情的这些资讯其实像它其实有可能会触犯这个传染病防治法哦。所以一旦违法的话其实这个罚则都非常非常的重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其实光是我们其实在跟大家分享很多资讯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真的一个不小心就想要分享出去，但是在分享的之前，我们都先想一下说，先确认一下、求证一下，因为务必把自己提供给我们民众资讯是最正确的千万不可以误导民众。真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加那个 LINE 的群组，然后很多人其实都是想说，我要在群组里面把我知道的最新的消息，或者是什么好康啦，对，什么讯息都先传给大家。但是在这之前，要先想清楚说，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就像刚才怡珍讲的那个案例，那如果不小心真的传出去，就违法了，就触法，这就真的蛮严重。好，那就其实就光我们几个啦，甚至更多的民众都有遇到说，这假消息或被诈骗的状况。那就你们是民意代表的身份嘛，你们要怎么样来协助？然后甚至你们认为说政府应该怎么样协助民众呢？我们从芝姐好了。现在有许多的这个查核平台像是我们台湾事实查核中心、MyGoPen， 甚至 LINE 的这个软体也都可以来帮我们来查证说这个讯息到底是真是假对。那如果呢民众有怀疑的话呢，其实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刑事警察局165反诈骗专线那像我们服务处呢，如果接到这种诈骗的这个服务案件，有时候其实像我们这些议员同事，其实我们接收到这个诈骗的服务案件真的很多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接到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诈骗手法其实我们也都会从这个服务过程中，我们也是想要去来求证，那我们会记录下来之后呢，我们呢也会来跟这个找到机会，也会跟我们周边的这个市民好朋友来做一个宣导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那当民众要离开之前呢，我们也会辅导他，我们会跟他讲说，现在的诈骗的手法真的是千奇百怪那咱大家拢在耍手机手机网络新闻这尔济的讯息这尔济的咱有时阵看看就好你是用动这打发时间，或者是说你只是把它阅读过，或是直接省略就不要阅读，你觉得这个讯息很奇怪的时候，不要再去把它点开，或者是说它里面叫你为了要什么贴图，然后得到你的这个基本资料，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人不太喜欢留基本资料，不太喜欢留基本资料。但是回过头来呢，像碧纯姐跟我应该是喜欢网络购物的这一种族群那我们的基本资料真的是留的也天花乱坠了，应该是都外泄了。所以呢，像 Seven 他发现有这个现象的时候，他就会赶快告诉我们，他就开始有这个机制，就是说，当我也是有一次要去领包裹，他跟我说。这个都是诈骗的，你有确定要领吗？那个服务人员就马上告诉我，我就说那这样我不领了，你就不领了，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也有这个机制。那其实也是因为知道这个讯息之后，才发现网络购物的时候，我都会去翻拍这个成交记录，还有这个订单编号。对，那政府的这个宣传管道其实也是蛮认真在宣传的，但是我希望就是说，透过今天这个访问的节目，希望就是说。政府单位，如果你们在宣传这个一些诈骗的一些讯息的时候，也请特别把这些宣传的讯息也给我们这些民意代表，因为我们的粉丝专页毕竟也都有很多市民朋友在关注。对，有时候他们不见得会去看你市政府的讯息，但是他可能很喜欢中豪，或者是很欣赏怡珍议员，所以他就会特别去关注怡珍议员的粉丝专页，那他就可以透过我们这些民意代表的粉丝专页，很迅速的在第一时间得到说现在有哪些诈骗的手法，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注意跟防范，这样也可以降低这个诈骗风险。
对，没错。那就像刚才芝姐讲的，那后来呢，我自己啊，每次要去领包裹之前，其实应该是说我有下单之后，我真的会给他做记录了。我之前就想说，哦，寄来我再去领就好。我现在不会，我一定是每一笔买了什么多少钱，然后买了几样，然后在什么地方我都一定会记。对。避免自己去领到那个，因为你后面那个流程要走很久，去退货什么的，哇，还要查证，还要干嘛，还要报警，然后好麻烦。但是我又不想让他们太得逞，对，所以还是自己要小心啦，哈。可以顺便记账啊。哦，对啦，才不会是越买越多这样子啦。嘿，那中豪呢？其实针对假讯息，应该大家都有听过那个手套的事件。手套的，就是在我记得在去年选举一个假消息，就是说，他说戴手套去投票是违法，会成为废票，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然后后来中选会就有刚刚因为芝姐刚刚讲那个媒体的那个辩读会，就是刚刚芝姐说的那个叫做事实查核的，对，他就跳出来说这个是一个假讯息啊，对，中选会就有说，其实你要不要戴手套是你的自由，其实不违法。对，那如果是针对诈骗的话，其实我认为犯罪还是有一个你对他的处理手段是一个最重要的。对，如果说今天，譬如说我是一个学生，那我针对迟到的处罚是很小的，那当然就会让我一直迟到啊，我就会养成这个很不好的这个习惯。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最近 RMB 这个借贷其实闹得沸沸扬扬嘛，所以就从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去思考说，为什么这么多的诈骗案件在台湾发生？对，那其实这个 RMB 它是属于假投资，这个假投资的金额啊，它在去年就是已经超过我们全台南市总诈骗的50% 了。对，所以这个很容易受骗。那我认为说，其实整个罚则是最重要的。对，就是说，像在台湾，我们最高就有判到7年，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假释啊。那其实，在越南，它是有判到15年，中国是最高是无期徒刑。包括韩国，我们很想赢韩国，他们也是到无期徒刑。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于诈骗的这个处罚，我们要用什么的态度去面对它。如果说今天我没有被抓到，我用犯罪的人的心态来想，我没有被抓到就没事，我被抓到了，我也才被罚7年，而且有可能假释提早出狱，对，那他就会得过且过啊。其实我在咨询的时候有跟市长提出来，对啊，你咨询的影片我们来看一下好了，那中豪他很认真的在议会咨询哦，来我们看这段影片，看他怎么咨询的。但是事出必有因，因就是我们的对诈欺的处罚太低。右边是我们台湾，我们最高7年。好，那因为通常诈骗集团都是组织犯罪。跟议员报告，7年。让我说完，是加重过的。对，以前更轻。以前更轻嘛，现在7年。那我们正常来说，诈骗都是集团啊，那是10年，有可能到10年。市场就是第2行那边写的。那越南也比我们高15年。中国，民进党的抗中最讨厌的中国，竟然是无期徒刑。他对诈骗集团的处理手段比我们还要认真。再来看韩国，我们好想赢的韩国，他们也是无期徒刑。日本也比我们高10年，那如果是诈骗集团组织犯罪，就是15年。这些都是整个国家的问题。市长，既然你第一时间又马上澄清，你跟这个主嫌的关系，你第一时间有没有想到台南市民有多少人被 RMB 诈骗？局长，警察局长。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豪在议会的质询真的是相当的认真哦，也很关注就诈骗这一块的问题啦，对不对？对呀，对呀。我认为这个刑法有需要来做调整，才不要让台湾变成人家会说是诈骗的温床。对啊，对对对，所以这个希望可以，包括我们国家领导人可以注意到这个项目，我们要来做调整。对啊，对啊，所以台湾现在被称为全世界诈骗最严重的国家。是。对啊，好，那我们现在以真啊，就是说，就刚那个议题嘛，哈，就你们怎样去协助民众？那你觉得说国家应该要做哪些，有什么作为吗？我想其实怎么样辅导民众？其实我想任何的民众他来到服务处，他反映一些有可能被诈骗的这个讯息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立即就是跟警察反映。那
到底是不是讯息是真或是假，这个一定要请警方马上去求证以外，那真的是已经是发生诈骗，可能就是请警方尽快去查缉因为已经被诈骗了，但是能够追回多少钱是多少钱因为最担心的就是血本无归所以还是希望能够尽量把这个还留在账户里的钱赶快把它拿回来了，所以也是尽快请警方去做一些相关侦办的一些动作啦。那当然，其实当然这个诈骗的部分，其实当然看到数据上显示，目前诈骗真的是越来越严重，到今年其实也是达到一个高峰所以。提醒大家怎么样不要被骗那而且怎么样去做查证其实我们有这个165全民防骗的这个官网，或是这个警政服务的 APP 那其实现在的这个 APP 透过手机其实都是非常方便来使用只要用这个输入你基本的资料，然后注明说明这个提供发讯者的这些资讯啊、简讯内容等等，那只要送出把这个讯息截图，那送出这个165专线，他们就会去调查处理，这是透过手机，那是官方的部分，其实会去协助大家做这些诈骗的一些处理啊、了解那另外，其实我们看到法务部调查局它其实。假讯息的查证真的需要公司的协力啦，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民间的单位其实也都来协助做这些事实的查证，所以其实法务部调查局其实他就有提到啦，刚才我们的芝姐议员也有提到其实包括这个TFC 的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还有 LINE 的讯息查证，还有这个莱姆酒吐司，还有 MyGoPen， 这个都是这几个都是法务部调查局他们所提出来针对这些假讯息大家可以去查证的还有很多在长辈群组里面大家很常看到就是那个美玉姨它是一开始是在打这个假新闻所以很多群组就有，其实也是协助大家去做一些厘清那其实就是可以按照大家的阅读使用习惯来做一个讯息的查证，那也提醒大家都是防堵被诈骗的可能那当然刚才中豪讲到这个其实刑法的部分其实我想我们台湾被说成是诈骗之岛，其实大家都觉得听得很难过啦。但是以数据上来显示，我们一直在打诈，成立打诈国家队等等。但是其实以数字来看，像去年底又是到了这几年的高峰啦。那其实像台南来讲，去年同期跟前年同期其实也都数字都高很多，所以知道说其实打诈这件事情，我们还有很大一个努力的空间啦。那当然疫情期间其实也增加很多诈骗的可能，因为其实很多朋友确诊在家的时候，他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那他可能接到一些讯息的时候，他就是少了一个去求证，或者旁边没有人去跟他分享去问，结果他很容易就像刚才比如说他曾经在某一个网站消费过，那这个诈骗集团找上他的时候，他就说对，我是那你是不是？那我本来要给你多扣款或者什么，我要还给你，然后你就会一步一步落入他的圈套。可是因为当时你可能是关在房间里面，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讨论，所以就被诈骗了。所以其实，在疫情期间，诈骗的案件其实也攀升了许多这个也都跟诈骗有关。所以其实遇到任何状况，其实大家就是一定要多想一下或是多查证一下，还有多问一下旁边的亲朋好友，其实都会减少这些诈骗的发生。然后那当然在法律的部分其实国家打诈国家队其实也一直希望针对法的部分，除了这个刑法的提高以外，其实国家也是针对几个打诈的法都是一直在做修正那我想最近其实刚刚通过的立法院刚刚通过就是证券投资信托顾问法的这个修正草案那它其实就是新增了网络广告的实名制、网络平台业者广告下架的机制，还有网络平台业者的连带赔偿责任，这是刚刚3读通过的这是希望能够提升大家的责任，然后能够防堵这些状况的发生。而且我们现在行政机关也跟这个Meta 这个脸书的母公司，还有 LINE 跟 Google 跟国人这些很频繁使用这个平台来做一个联系那一旦有查到是属于假讯息，那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来下架，避免更多人来受害，那是现在目前努力在做的那其实刚才大家其实都发现，为什么会被诈骗，其实跟个资外泄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怎么去保护大家的个资，我想这个也是需要透过修法来决定那我想庭非委员也注意这个讯息其实在立法院也提出自己修法版本跟建议就是说希望说要求企业跟非营利组织要加强民众的个资的收集那处理运用的安全性，提高罚则而且未来也希望支持行政院来成立
个人资料的保护委员会哈，希望能够让大家的个资能够得到更周全的保护，让大家更安心哈。也是希望透过其实中央有打诈无法在修法啦哈，也希望说包括洗钱防治法、个人资料保护法，刚才已经3读通过，就是证券投资信托跟顾问法，还有刑法哈，还有这个人口贩运防治法，希望透过这个打诈无法，未来加速通过，能够真正减少这个诈骗的可能。对，所以大家也是很期待啦哈。所以这其实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成立这个打诈国家队。那刚怡珍讲说，有尽力在做这个修法啦，有一些防范的动作啊。那但是我们另外2位议员，你们觉得说这个打诈国家队到底做得怎样？周豪。我这边分享一下警察局特别有分享的这个资讯好了，因为正常来说，其实公家机关、警察人员还有检察官、法官这些，他不会主动的一些，他不会假借不公开的名义要求就是提供一些就是他简单来说，他不会主动的去打电话给你啊。对。如果说我真的接到电话了，就是我们正确 SOP，就是先冷静，先不要紧张，我们先打电话，先不要去有什么任何的汇款。包括银行也是。对。银行打来，我觉得这个都是要先打电话去080。先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讯息。对，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遇到诈骗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3C， calm down， 冷静，check it out， 小心查证，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最后就是最直接的打165。对，这就是刚刚怡珍议员讲到的公家机关跟民间来合作来查证，因为我们也要把这些资讯提供给政府相关单位。他们的资讯才会更多，那也才可以把这个是假讯息假的资料去做一个传达。对啊。然后在这里要提醒民众，就是有些他会留那个电话说银行打来，你不能再把它回打回去，你回拨之后还是那个诈骗集团的电话，所以要另外自己去搜寻那个电话，或直接打165最快了啦。对啊，对不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收集到资讯的媒介是很重要。其实南部的长辈很多是听电台。电台也是，但有些东西不一定是假的资讯，可能是不一定适合你。比如说，我这边有收到那个中华民国广播商业同业公会的一个公文，对，那是其实是跟一些长辈，那南部时代就是爱看那个电台，爱看那个唱歌的节目，对，唱歌北邮啊，对，其实买药没有错误，但是还是要经过专业的。医师来判断会比较准确啦。对，所以这是一些小小的心得跟建议，跟给大家分享这样。对。那你要讲的那个是没有，就是大概是这样。对，就是说可能就是听一些电台也要辨读啦。对，那要能分辨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有夸大这个疗效啦？对，夸大疗效。那就其实就是说自己身体如果有问题，还是最好就是去看医生，对不对？看医生才是最正确的。那当然有些人会就可能吃某些药，也许它就是有一些营养的成分，维他命什么之类的，补身体。但是我们也是最好是让医生看过。有时候你乱吃太多反而伤身啊。是啊，医生就是这么难考，是真的是要专业的领域在。那通常有一些就是会把它讲得非常的夸大，那就是那个老大人可能就急不得开嘛，就这样买了一堆，那回家可能有的没吃就算了，有的乱吃了一堆可能会有问题哦。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啊，就是算假消息嘛，然后又算是夸大嘛，其实都是相关。辨别。对，真的要知道怎么样去分辨啊。好，那芝姐呢？我在这边要说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政府官员要来针对这些诈骗集团不是只有靠讲，就是成立一个什么打诈国家队。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太多的口号了那我们今天讨论是这个诈骗，那现在又看到这个什么所谓的打诈国家队，我觉得现在政府必须要去跟这些诈骗集团去抢民众，抢这些民众不要去受到这个诈骗。但是我在这边也要强调，就是说，如果大家有仔细去观察这一些被诈骗的这些对象跟这些数据的话，你会发现，过去会像中豪议员讲的，很多都是长辈听电台买药，那他们为什么会被诈骗？其实是话术。它是话术。为什么一个药剂师、一个医生，他讲不过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因为这个是话术。好，那再来呢？以前被诈骗的几乎都是老人家，因为他们听电台，那外面的资讯比较薄弱，所以他只有 focus 在这个电台，所以电台里面的人话术又很厉害，都
刀刀都戳中这个欧吉桑欧巴桑的心声。那再来呢，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被诈骗的对象的年龄层已经降低了，很多都是只有高中生哦，所以大家要去注意这个问题哦。所以再来呢，也不是只有老人家跟年轻人会被骗，或是觉得看不塔车人很骗，我们服务处也确实接到很多是高知识分子被骗。所以我认为呢，政府这个打诈国家队不要只是一个口号，因为我觉得现在太多的口号了哈，而是要有拿出实际的作为哈。那普遍呢，我们现在防诈防诈的这个意识呢，都已经普及了。但是就像我刚刚提了，我现在再重复提一次，还是希望政府呢，这个我们的国家政府呢，他们这些单位呢，可以确实的或是很迅速的把这些所有的资讯个别传给我们，比如说立法委员单位啦，或者是我们这些市议员单位，让我们可以当成你们的小帮手一样，广泛的去把这些讯息散播开来哈。我觉得这个比成立一个什么打诈国家队可能来的有一个实际的一个作为哈，因为现在真的很多年龄层降低了，很多都是17岁的高中生在当车手，17岁的高中生他们在打手游，然后可能就想办法，所以这个其实诈骗集团为什么会越来越猖狂，也是一个民生的经济问题所造成的一个现象，一定跟我们的经济发展有问题，所以大家有了贪念。那现在也很多年轻人被这些诈骗集团吸收，驻点到外地去，那都是给很高额的薪水。所以在教育上，我觉得我们也是要花一点心思来导正这些年轻人的一些观念。对对，所以其实这真的很多从很小就是只有国高中生，他们很多都是玩那个游戏，然后储值，然后就直接拿大人的卡来刷了。对，哇，有时候一买这个储值游戏的点数都几10万在买的。哦，那就是一直到就年纪很大的老大郎啊，就是其实什么年龄层都可能会被骗，所以我们今天呢，透过我们现场3位民意代表，还有我们自身经验啊，还有他们接到的案例跟大家做分享，其实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今嘛真正做这个小心啊，怎么样去分辨，怎么样保护自己，不要被诈骗，这非常的重要。所以针对今天我们这样的议题我们也请在场来宾最后给大家做个结论，做个提醒啊，先请怡珍。我想，这个诈骗的手法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嘛是咧提醒大家任何消息听到的时阵多想一下，咱加想一下，加查证一下，加甲问一下若唔知影卡来阮的服务处我想不管是怡珍、芝杰跟中豪，我们的服务处都很愿意帮大家查证这些讯息不然就是透过一些刚才跟大家分享一些平台一定要做任何所有的查证那当然在打诈这件事情上，我想国家跟咱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有做这爱做的代志帮咱做好这个财产的把关，我想这是咱政府的工课但是我想我们从自己做起，把自己所有的讯息假讯息尽量排除，那尽量不要免除自己被诈骗的可能那我想政府也要做好这些把关的动作，不管是透过打诈无法的尽快修正通过，还有我们的警政单位赶快去查缉这些诈骗集团等等我想大家一起联手，不管是公司协力大家一起联手，希望能够把诈骗之岛台湾诈骗之岛这个恶名可以赶快洗除，我想这是大家要一起努力的。对对对，没错，就是政府要把关，那民众自己要小心来，中豪。其实我就是认为说，预防诈骗这个部分就是很简单。第一，就是我们要多方查证，就跟刚刚怡珍议员讲的一样。那其实在这个我会被收到诈骗的资讯的前端，就是我要一个意识，就是我的个资一定要保护好。对，我想这个时代个资是真的要保护好，不然就会像我们的主持人跟芝杰议员一样。会收到诈骗的那个，就是其实真的很多人都收到对啊，包括超商的都漏掉。对，这各自的意识。而且我还常常信用卡被盗刷，怎么会这样子？因为你有在消费季。对，真的是。对啊，那的确，我们的打诈队这些口号真的不重要，重点是实际的作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国家跟地方政府要去努力的地方。那针对假消息，其实有些时候假讯息的来源，我认为市民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在接受一些讯息的时候，我们应该不要固定在同一个媒介。譬如说看电视，我也会建议说，我们可能要多看不一样的频道，不要看固定的频道。我可能就是一样的议题，每一台讲的可能都不太一样，对，没错。所以应该要多看看不同的频道。
那也最重要就是我们是启明行虾要多多来观看，因为我们的、感谢声音感谢。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连贯性的啦。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大家一起来落实，包括我自己如何保护我自己，包括我政府对这个诈骗的处理的态度，这些都很重要。对啊，没错，尤其是你那个被盗用，因为长得太帅。所以新人啊，新人，所以用我的，对，像那个资深的可能就不会被盗用了。会这样用比较久哦。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像中豪也很辛苦，被盗用之后，你看你还要再去澄清，自己要这么保护好。对，像我觉得一些公司行号他们自己也要很小心。因为我前几天有看到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好像是素食店。他有推出一个149的方案，然后网络上就在卖49块，哇！所以其实那是假的。对啊，这种也是很多都跟你说什么优惠啊，对，所以就是反正生活周遭各种事情，大家现在都要特别的小心。好，那最后请芝姐。很谢谢启明行虾哈，今天规划了这个防诈骗的这个单元，让我们这些议员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侃侃而谈哈。我觉得面对这个诈骗的手法跟诈骗的事件层出不穷哈，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我们个人的心态要正确。那再来呢，就是每天回家的时候，其实家中如果有长辈的话呢，因为咱少年人拢靠底我靠在拍表，那的讯息呢较多方，所以也要跟家中的老人告知一下，讲爸爸妈妈，你今晚要注意哦，现在有某些诈骗手法。那还有家中有这个年轻或小孩子的话呢，因为现在大家都人手一只手机哈，也是要教育家中的这些年轻人哈，不要有贪念哈。天底下呢没有白吃的午餐哈，那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哈，认真的去工作哈，辛苦的赚每一分钱，而不是说在短期内哈，然后好高骛远去贪念那一份很优渥的薪水，而去成为诈骗集团的一个。就是他的其中一个成员哈，让这个社会案件、这个诈骗的事件一直在发生，所以还是在这边芝姐要简单的呼吁我们启明行虾的观众朋友，谢谢。对，所以我们3位议员提供大家都这么宝贵的意见啦，就是大家不要贪心，然后自己要小心的求证。好，那当然就是我们也希望说国家可以想一些办法，然后制定一些法、修一些法，然后把这个制度改得好一点让诈骗的这个事件来减少啊。那当然，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假讯息呀，还是说这个有可能被诈骗这个有疑问的话，3位议员服务处非常欢迎打电话，或者是打165，或者是说很多查证的管道都有，但是千万自己要小心不要被骗。好，咱今日再次感谢3位议员到这当中，谢谢怡珍，谢谢中豪，谢谢芝姐，谢谢大家，谢谢，下次见。对，那么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启明行虾》这波底价个几段了，咱再会。